根据基比医学中心对2016到2020年的统计，伫外伤大院的病人将近15000位，其中颜面骨质就超过1成以上。传统的颜面骨质创伤会用透过复位加固定的手术，恢复面部的轮廓加咬合的完整功能。不过，容易伫个面顶管留下明显的分野。随着医疗科技的进步，现在透过新式的无痕内开切口微创手术，将疤痕藏伫个眼睑的内层，加牙龈的齿骨，提供面部创伤的病人一种新的选择。这是一位大概中年的女性那她因为出了车祸，造成说她右脸的中间有了骨折的一个情形那病患相当担心说，因为这样的骨折会需要手术那手术我们必然会有这个伤口在她的颜面上那她觉得这样子，她担心将来这个明显的疤痕会造成她社交上或者是一些跟与人沟通的上会一些障碍影响他的自信。所以在跟我们沟通后，我们选择用微创内开的方式帮他处理他的伤口，所以他的伤口就会藏在他的眼睑内跟他的嘴巴里面外观上就不会留下永久性的一个痕迹在。那病患在手术完也相当的开心可以恢复到他原本的样貌那也因此也更有了自信。我们传统的手术方式会有2道伤口，一道是在我们的眉毛的外上方，跟一道是在我们的眼睛的下面那这样的方式手术完其实常常会有2个痕迹在脸上那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微创内开的方式一个是在我们的眼睑下方那大家可能听过像我们做这个眼袋的内开手术这是类似的一个创伤的一个伤口那伤口就是在我们的眼睛里面，所以外观是看不到。那另一道的伤口，我们是从嘴巴的牙龈齿沟里面进去所以这道伤口会藏在嘴巴里面。那这样的好处就是在手术完，病患是不会留下任何的痕迹。基比医学中心整形外科医师许汉平表示，颜面骨折通常是因为严重的外力来弄伤，可能会碰到脑部、目睭或者是颈椎等损伤。通常第一时间会先稳定病人的生命迹象，然后再来治疗颜面的骨质，而且经过医师的评估，选择适合的手术，甲需要放的骨板、骨钉等，而且手术后嘛要避免感染，甲注意空气的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